到南海清北片嘅东沙群岛，其实係靜態嘅珊瑚礁群。民國96年規劃咗台灣第一草嘅海洋國家公園了後，前5年係受限到了生態保育，冇開放民眾參觀。呢下到嘅四圍珊瑚嘅面積差唔多要700萬多，海底嘅物種係動豐富。呢海船要動態嘅呢個海草嘅蟲嘅景觀。每套台灣海域係經經東南看到咧，各家電視台媒體嘅上島採訪，來發現一啲神秘嘅海上天堂，並探討呢座海上公園未來提供開放參觀，會達到呢條條件。經過審量中，一下一年船出幾件事都係東沙泛舟附近嘅海域哦。經驗可能到嘅東沙都係溜起出啲矮後背哦。呢東沙都也附近係珊瑚礁嘅體型哦，古所嘅泰船哦都冇辦法來填。大家愛去到島方咧，聽說係從亞種嘅寫船咧。人工的東沙群島其實係一撮一撮的珊瑚礁，為千萬年的時間長做的連座的泛舟，咪係台灣唯一的泛舟體系。其中跳從岩地海面看的都會就係東沙島，海岸上都係珊瑚撈路邊好友形成的小拍沙。行到東沙島嘅海船，唔是去到國外，人就像啲熱帶觀光用嘅，也特別就係東沙島嘅內海。這件有你是唔講兩法，按江線的海水調度，有豐富的珊瑚礁同海草的生態鏈，係可以用學者研究的重點。花落去國家公園就佔地大嘅，嚇，係國家公園要喺種珊瑚嚇，要做富裕嘅動作，然後能慢慢嘅嘢生活機會越來越多嘛，越來越多遇到創業銀行咯，係嘢到出嚟利息就咗。要是地咯，做嚟利用。同我嘅隔離嘅東沙泛舟，就像係海上嘅一隻堅強細嘅金子，有250種客家嘅珊瑚，同502種5花6色嘅熱帶魚，有樣係一撮海上嘅物種銀紅。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婆羅洲跟那個印尼有沒有？這是珊瑚的種源的起，全世界的珊瑚哈。前來珊瑚礁的物種了嘛，是從這裡往四周擴散的。這個東沙島呢，也剛好在這個的邊緣，所以它的物種多樣性會隨着這種洋流啦或各方面呢，它提供的這物種的生物多樣性是非常高的。海船附近鹹鹹的海水，土平平的沙巴，係海草清好的生長環境。上到櫃台片的水底度游來游去，像青色的草坪樣的。其中帶有一道神奇的動物，喺台灣的海域都東漢地看到咧。那它體型就像一個巨大麵包或者是一個抱枕一樣，那直徑可能可以到30公分左右。哦，這個還算中型的大小而已。那它們主要會吃一些活的珊瑚的水螅體。像你說，像墾丁的海草也都是局限在幾個地方，從我開始潛水以來。好，那但是像東沙的話，就你看，就整個島的周圍都是。島方的天路海，因這麼受到人類影響，數量眾多，豚舞的都出來潛水，像係一場鬧熱嘅沙巴派對。天地海洋保育觀念提高，政府喺民國96年正式成立東沙國家公園，係台灣頭一座海洋國家公園。5年來，喺島方面成立嘅保育中心同工作站，來做珊瑚保育同生態保護也對。鳥類的救傷啦，海龜的救傷啦，還有珊瑚的復育，是我們目前的重點。這個珊瑚的長成，其實代表的意義不只是環礁的恢復，還包含提供了這些幼小的魚類啦，躲避棲息覓食的一個良好空間，這樣子。喺南海北片嘅東沙泛舟咩同合適觀測氣象同海象資料。
国科会基金底下推动成立国际研究站，希望发挥东沙天地优势，可以向国内外的学者来研究。国家公园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以保育嘛，哈，保育是他们最重要的这个目标。那我们的话就是研究，以研究上的价值为这个最高的准则。跟生物无关的，从物理、化学、海洋、天文、地震、地质，什么通通包含啊。不过，既然不风采，将的东沙海水带来各国的垃圾，人看到出强，看得出海洋的垃圾问题，基金化也国际，或者会议应该透过国际合作来解决。可以透过国际间的合作，比如说我们可能透过两岸的一些非正式的协商管道，然后来呼吁这些沿岸的城市在垃圾方面的处理应该更加小心。亚哈东沙国家公园望开放民众参观，认真到好无碳水物质，或者知道南摆秋山爱开放。应该要向等生态旅游大开发的方式来降低环境的负担，将对保护亚达南海的生物天堂有帮助。下个新闻班机上陈凤仪东沙报道。